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。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出版，紅不喜歡孤單一個製作。故事嘅主角就係呢隻紅熊啦，仲有另外一個角色就係自在大師。故事嘅序幕就係叫做迷失的心靈。從前有一個叫做心靈綠洲嘅地方，裏面居住嘅動物有住各式各樣嘅情緒，佢哋一直都希望得到傳說中嘅幸福同埋快樂。其中有一個居民，佢就係我哋嘅主角紅熊。佢同其他嘅人都係一樣，每日都喺度諗住點樣搵到幸福同埋快樂呢？有一日，佢喺屋企搵到一張地圖喎，地圖上嘅標示俾佢發現，距離心靈綠洲冇幾遠嘅地方，有一個叫做生命都市嘅地方，一直都散發住一種幸福嘅光芒，並深深咁樣俾佢吸引住。佢再四處去尋訪古書，先至發現到幸福嘅光芒係嚟自幸福寶石嘅。書上邊仲記載住邊個得到呢啲幸福嘅寶石，就能夠得到一世嘅幸福快樂。所以佢決定同埋朋友一齊去探訪呢個生命都市，尋找幸福寶石。紅熊同埋朋友到達生命都市之後，發現到處都係灰暗一片，同心目中嘅想象真係唔一樣啊！亦都揾唔到幸福寶石喺邊。但係紅熊決心要尋找幸福寶石，並且獲得獨一無二嘅幸福快樂，故此打算搭營生火，暫時居住喺呢個地方，並且開始四處去結交朋友，希望從佢哋嘅身上打聽到更多關於幸福寶石嘅東西。可惜無論佢點樣嘅努力融入當地嘅生活，同埋認識新嘅朋友，都總係被拒絕。紅熊開始感到疑惑。不過，即使其他人唔明白，甚至取笑佢想揾到幸福寶石嘅夢想，認為佢只係浪費時間，花心機喺一啲唔可能嘅事上邊，但係紅熊仍然堅持自己嘅信念同埋夢想。日子一日一日咁樣過去，身邊嘅朋友亦都逐一咁樣離開隊伍，返去心靈綠洲。隨住朋友嘅離開同埋其他人嘅冷嘲熱諷，紅熊亦都開始質疑幸福寶石係咪真係存在嘅呢？佢嘅堅持係咪正確㗎？紅熊一直行，一直係咁行，到河邊遇上咗正在休息嘅自在大師。自在大師能夠睇到人身上嘅靈魂火焰，火越旺盛嘅人越能夠擁抱幸福。但係佢感受到紅熊身上嘅6種靈魂火焰都十分微弱噃。自在大師動咗慈善心啦，準備向紅熊傳授心靈自在法，為佢重新注入擁抱幸福嘅力量。
咁你估紅紅終於會點呢？咁不如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故事嘅第一章，活在當下係有啲咩事發生啦。紅紅帶住微弱嘅靈魂喺湖邊同自在大師相遇。唉，請問你有冇聽過關於幸福寶石嘅故事啊？你心目中嘅幸福寶石係點㗎？我曾經喺書上得知，幸福寶石應該係一個耀眼嘅寶石，能為人帶嚟幸福同埋快樂，所以係十分珍貴㗎。我心目中嘅幸福寶石可能同你所想嘅有些少出入，不過我知道佢喺邊度可以揾到嘅。你想唔想跟我一齊去睇睇啊？蟲蟲感到疑惑，但最後仲係一鼓作氣咁樣跟住自在大師去睇個究竟。多謝你願意踏出重要嘅第一步，為自己尋找幸福同埋快樂。等我介紹下自己，我係來去無蹤嘅自在大師，我有特殊嘅能力，異於常人㗎。等我為你介紹一啲你從未見過嘅東西。嗱，呢個靈魂嘅名字就叫做當下。其實人經常活喺過去嘅回憶，或者係未來嘅擔憂想法之中，但係就好少認真咁樣感受同埋觀察一下呢一刻嘅自己。自在大師邀請紅紅唔帶批判，單純地注意自己嘅感受、想法同埋身體嘅反應。紅紅鬆一鬆膊頭，感到肩頸有啲酸軟，口有啲乾渴，腳有啲攰，而且每一寸皮膚都感受到唔同程度嘅溫度，包括太陽嘅暖意同埋微風嘅清涼。紅紅進一步感受到心臟血脈微微嘅躍動，然後自在大師邀請紅紅感受內心嘅感覺。紅紅回想起別人冷嘲熱諷嘅眼光，追尋夢想，但係期待落空嘅失落感，對自己堅持嘅懷疑，漸漸內心浮現孤單、寂寞同埋失望嘅感覺。紅紅向自在大師講出呢一啲嘅想法同埋感受。我哋有呢啲嘅經歷而產生呢一啲嘅想法同埋感受，都係正常嘅。我哋可以嘗試讓佢哋存在，並察覺佢哋就可以㗎喇。紅紅聽到自在大師嘅回應，呢一番話猶如當頭棒喝。佢回一回神，當下呢個靈魂就重新燃點起嚟。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被過去同埋未來嘅事情纏繞住，執住過去嘅行為或者決定，擔心將來可能發生嘅事情，令到我哋心情低落、焦躁不安。
事實上，過去嘅我哋改變唔到，將來嘅亦都控制唔到，只有現在係我哋可以掌握嘅。當我哋發現自己被負面嘅思想、情緒同埋回憶等內在嘅經驗困擾住嘅時候，可以提醒自己回到當下，例如專注此刻五官所感受到嘅，仔細運用五感觀察，並且形容一件物件，數下呼吸、正念呼吸等等，學懂回到未來呢一個竅門，就能夠讓我哋更容易重拾平安同埋自在嘅感覺。好啦，第一章嘅故事活在當下就完結咗啦。不過嚟緊嘅第二章就係認知脫鈎，你估紅紅會點樣呢？再見。